好再使冤枉錢啦！我朋友俾咗5萬幾蚊去揾 IG 大神解鎖 IG， 轉個頭唔夠24小時又被封鎖。最新解鎖 IG 詳細嘅方法，想知道用咩方法解鎖，一定要睇晒佢啊！我呢個7萬嘅大賬號面對住 Meta 8000人大裁員，全部換成 AI 冷血誤判死循環。因為呢幾個申訴路徑同埋 email 比較隱蔽，咁直接拎直達連結喺下面留言 J 我會親自 send 俾你。先點讚收藏，我會手把手教你點做。喺上個月我過完生日嘅13號，突然間被封鎖，然後佢叫我自拍驗證，居然唔通過。好多人都問我係咪因為我太多性感相所以被封？其實係因為官方炒晒啲人，變晒做 AI，所以導致到大誤判。嗰陣我每晚凌晨3、4點先瞓，然後朝頭早8點起身返工，誇張到連個客服藍色勾噏唔覆我機。話無能為力幫到我，用咗28日拎翻我嘅 IG， 佢喺5月13號 block 晒我3個 account， 去到5月15號佢解block咗我 Facebook， 去到17號佢解block咗我小號 IG， 到6月10號佢終於解block咗我個大號 IG 啦，3個 account 終於拎翻嚟啊！仲未俾人封鎖嘅，記得要做好驗證年報功能，自救解鎖 IG 4部曲。第一步，你被封鎖嘅時候，佢會顯示俾你申訴，然後你撳入去，佢會叫你影低身份證或者 passport， 同埋佢會叫你做一個人面識別嘅。但係做人面識別嘅時候，我會建議你化翻一個淡妝，唔好一起身個頭都亂晒，就係做呢個人面識別。第二步，我覺得最快嘅方法就係寫上去 Meta， 可以用 AI 幫你寫上過去內容。我自己就寫咗，呢個 account 真係用咗10幾年啦，對於我嚟講真係好多回憶。咁呢個係真㗎嘛，係咪？對於嚟講就好珍貴啊，裡面有好多內容啊，或者工作上你都好需要用到你呢一個 account 嘅。自己咧再加多份就係我手寫咗一個我自己嘅 account 啦，咁就拎住。係啦，就係咁嘅樣啦，咁就寄咗呢個 email 去 Meta。第三，我就用咗以上 email 嘅內容，我就自己打印咗出嚟啦，連埋拎住嗰張合照嘅相，就寄咗去美國 Meta 嗰度嘅 HL， 我用咗500幾蚊啦，4日到時間就寄到過去啦。第4個方法啦 ，IG 係咪同 Facebook connect 緊啊？之前我一俾人 block 啦，我 IG 啦同埋我 Facebook 大號，仲有我個 IG 小號都一齊被封鎖啊。IG 係 connect 緊你 Facebook 嘅話咧，你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都買藍色勾勾，去嗰度聯絡你個藍色勾勾嘅客服，然後要求佢解鎖。大前提，你 Facebook 連結住 IG 嗰個 account 係 Facebook 係打開到冇俾人封鎖到嘅。其實我都有諗過最壞打算係拎唔翻嚟嘅，中間我都有諗過揾一啲 IG 大神去幫我解鎖 IG 嘅，因為我會覺得如果我用錢換翻嚟嘅嘢就唔係我本來嘅嘢嚟嘅。打算如果拎唔翻嚟嘅話，已經諗住開咗個小 account， 重新再建立我一個新嘅 IG。所以到最後我都會想選擇一個令我最大能力可以奪翻我擁有嘅嘢，我失去嘅嘢，用自己去拎翻翻嚟。今次我覺得就係原來 social media 嘅嘢冇就冇，你會覺得好似一直以嚟建立嘅嘢，到最後一下子就咁樣冇咗，好虛無縹緲。咁耐嘅嘢用咗咁多時間心血，到最後就係因為 IG 誤判，然後搞到好多人都俾人封鎖。呢個 IG 承托住我太多青春同埋朋友嘅回憶，幾多錢都買唔返。想同大家講，如果遇到挫折嘅時候，一定要有一份堅持到底、永不放棄嘅精神。心態決定一切 ，AI 只不過係電腦，決定權係我哋人類。唔想最後被 AI 誤判無路可走。其實我用咗最後第5個方法先解鎖到我 IG。我會 send 一份詳細解鎖 IG 方法俾你。雖然試咁多方法唔知得唔得，但係好過咩都唔做啊！多一個方法，多一個機會啊嘛，係咪？沿路上有我陪你一起走過。